標竿人生第20天，重建破裂的團契生活。生命就係學習點樣去愛。神要我哋珍惜關係，即使有裂痕、傷害或者衝突，仍然需要我哋努力去維繫。假如你要神賜福俾你，並且想成為神嘅兒女，你就要成為使人和睦嘅人。耶穌話：那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呢啲人努力去諗辦法解決紛爭。使人和睦嘅人係好少有㗎，因為令到其他人和睦係一項好艱巨嘅工作。令到人和睦並唔係去逃避衝突，令人和睦亦都唔係姑息衝突。係咁嘅話，我哋點樣先至能夠做到彼此和睦呢？第一，我哋應該將問題攞嚟同神討論。若果你能夠喺同朋友嘅閒言閒語之前，先同神商量，往往你就會發現，唔使你幫啊，神就已經改變咗你嘅諗法，或者係改變其他人嘅諗法啦。只要你能夠多為你嘅關係禱告，一切嘅關係就會變得順暢好多噶啦。無論你係得罪其他人，或者俾人得罪都好，神都期待你採取主動，唔好等待對方行動啊！你要先去揾對方。當關係好緊張或者面臨破裂嘅時候，你要立即安排和談，唔好揾藉口逃避，或者直遲第二日先至去處理。盡快安排一個面對面嘅聚會，因為拖延時間只會加深怨恨，令事情惡化。時間唔能夠解決衝突，反而會加劇傷痛。快速嘅行動就能夠減少靈性上嘅傷害。我哋要多啲聽，少啲講，嘗試解決事情之前，聆聽對方嘅感受。你唔好諗住先企圖說服對方去否定佢哋自己嘅感覺。我哋先聆聽，令到對方毫無防衛咁樣將感受釋放出嚟。即使你唔同意佢嘅講法，都要點頭表示了解。而事實上，好多時怨恨會令到我哋嘅行為舉止變得愚昧。受傷嘅時候，其實我哋嘅行動同野獸都係一樣嘅咋。如果你係認真想重建一段關係，你就要先承認你自己嘅錯或者係罪。當你謙卑咁樣承認自己嘅錯，就能夠消滅對方嘅怒氣，並且化解對方嘅攻擊。唔好揾藉口，唔好揾代罪羔羊，只要誠實咁樣承認衝突當中你所犯嘅錯誤，承擔責任，請求對方原諒。請你記住，温柔嘅回答永遠勝於譏諷嘅言語。神期望我哋合一，而唔係劃一。雖然我哋可以彼此不同，但係唔可以彼此不容。環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。我哋可以彼此和平咁樣去相交討論，而唔需要斤斤計較咁樣去解決每一件事情。喺今日之後，你又諗到你需要同邊一個重修關係呢？請你唔好拖延，依家就停落嚟，話俾神同呢一個人有關嘅所有事情，然之後拎起你嘅電話，開始以上你所聽到嘅所有步驟。